個當年住。香港員警制服喺街頭維護秩序，見慣黑白兩道嘅聰明人，點解最後會亂落到喺澳門街頭，更當垃圾一樣斬成7件，死無全屍？嗰個年代，香港遠景嘅社會地位唔低，鐵飯碗，穩定有權力。但你知唔知80年代尾、90年代初嘅香港警隊升職慢過沙牛，工資死一板過鐵板，你做到識飛都係每個月等出嗰份死工資。對面嘅澳門嗰陣，正值博彩業黃金擴張期，道作上每一日流水幾千萬，一個搭馬仔一個月嘅收入，可能係你做員警1年嘅糧。話呢個對比夠唔夠震撼？李經文，江湖人稱差佬文，就係喺呢種時代背景下做咗一個改變佢一生嘅決定。佢唔係冇腦嘅人。佢做員警出身，黑白兩道嘅遊戲規則佢熟過好多人。佢以為自己食得住，以為自己可以兩邊都玩得轉啲，於是佢毅然辭職過大海，做咗搭馬仔。如果你係第一次嚟到呢個頻道，想聽一個睇咗大半輩子風浪嘅老頭最真實嘅江湖血案，幫你睇清人性陷阱同人生退路，不妨順咗手點個訂閱開啟。小入燈，今日呢單案入面嘅血腥味同教訓，任何電影都要真實差佬文。做員警嗰陣，其實已經係一個好識得利用人債網絡嘅人。佢喺警隊入面嘅年資唔短，見過嘅案件多，捉過嘅人更加多。從江湖大佬到普通市民，從線人到大就，佢幾乎乜嘢人都有聯繫，撞接一撞起。佢深知員警呢個身份咁俾到佢嘅，唔單止係一份糧，仲有權力、人脈同信息。佢識得邊個係真正嘅大佬，邊個只似扮大佬講。佢知道邊度有暗飲，邊度有風眼。呢種江湖智慧係用時間同經驗浸出嚟嘅，唔係書本可以學到呢種人際網絡透嚟做搭馬仔嘅。變成咗佢做搭馬仔嘅時候，因為賭場需要客源，而佢正正就係嗰個可以將人帶入賭場嘅中間人。佢初期嘅生意好暢旺，好多以前喺警隊識落嘅人，或者經由呢啲人介紹嚟嘅客，都願意跟佢過大海。佢着住靚西裝，帶住金勞艇車，身邊有司機有助手，表面上係一個成功嘅生意人。但呢種風光嘅背後，其實係一個越踩越深嘅泥潭。講翻疊馬仔呢個行當，外人睇以為淨係拉客，着住靚西裝，帶住金勞，葉靚車，好風光。但係呢行嘅本質係放數，隔泥馬俾盜客，從中抽佣。表面係做生意，實際係俾人借高利貸。廣東話叫大耳窿，收得到錢係暴利，收唔到就要自己咩大數差佬文。呢個人夠膽識有江湖地位，初期係賺到啲錢，但到呢家嘢你沾得耐，好難唔身痕接。佢由幫人搭路變到自己踩埋落去，由搭馬仔變成重客，再由重客變成俾人追數嘅債仔。佢以為自己控制到個局面，及佢已經越踩越深，迷失晒喺追數同被追數嘅輪迴入面。呢種沉淪嘅軌跡，其實係好多立馬仔嘅共同命運撞接一撞起。你每日對住嘅都係錢，每分每秒都係續作上嘅數字，好容易就會產生一種錯覺，覺得自己都係局中嘅一份子，覺得自己都可以贏。見到啲客贏錢嘅時候痛快啦，開心到呢啲；輸錢嘅時候痛苦到喊你。呢個中間人企喺旁睇得多咗就會身痕。你會覺得自己睇咗咁耐，該都識玩啦。你會覺得自己嘅運氣應該好過啲客啦。呢種心態就係由中間人變成刀徒嘅轉捩點。差佬文就係咁樣一步步行錯嘅，幫客借錢變成自己借錢，
由抽佣賺錢變成輸錢，要還佢嘅財富喺盜作上快速蒸發，佢嘅江湖地位亦都因為欠債而開始動搖。搭買嘅遊戲呢個行業其實仲有一層好殘酷嘅現實，你表面上係幫賭場拉客，但實際上你係一個無底洞嘅傳送帶客，輸咗錢怪你帶佢嚟，洞客贏咗錢，佢哋會覺得自己叻，唔會多謝你，而你嘅收入完全取決於鄧客嘅輸贏，但鄧客最終一定會輸，接一撞起。所以你嘅收入其實係建立喺別人嘅痛苦之上，呢種錢揾得耐，良心會唔安樂。但更可怕嘅係，當你自己都忍唔住鬥嘅時候，就會由莊家嘅助手變成莊家嘅私密。賭場嘅設計就係要令每一個入去嘅人都輸，包括揼馬仔時間。去到2016年6月，差佬文喺香港接到一個澳門黑道大佬嘅電話，話有筆陳年跌債糾紛要傾，叫佢過澳門飲杯茶講數。差佬文自持有園景背景，江湖人莫講以為可以擺平，佢好有信心咁同屋企人講今晚翻嚟食飯，然後就一個人單槍匹馬過咗海。佢完全冇諗過踏入嘅係一個精心設計嘅鬼門關。嗰晚佢冇返到屋企食飯。差佬問過澳門嗰日，其實佢嘅朋友已經有人覺得唔對路，講佢有位相識多年嘅老友曾經勸佢話呢排風聲緊，澳門嗰邊嘅人唔係善男信女，叫佢帶多2個人傍身。但差佬文好自信，佢話自己喺黑白兩道行咗幾十年，乜嘢場面未見過，佢覺得對方唔會夠膽對佢點樣。呢種過度嘅自信，呢種對自己江湖地位嘅過分高估，就係佢最終踏入陷阱嘅原因。佢唔知道喺黑道嘅世界入面，當你欠人錢嘅時候，地位已經唔再係由你嘅過號決定，而係由你嘅債務決定。一個欠債嘅人喺債主面前係冇尊嚴可言嘅。有傳聞話，差文嗰筆賭債其實已經拖咗好幾年期間，佢同債主之間有過多次談判，但一直都傾唔掂數。佢以為自己嘅遠近背景可以保護佢，對方唔敢屈佢。但佢冇諗到澳門嘅黑道同香港嘅黑道規矩有啲唔同。澳門回歸之後，鬥權開放，大量外資湧入，撞生意越做越大，但背後嘅利益感粉亦都越嚟越複雜。差佬文呢種香港過號嘅揼馬仔，其實已經變咗兩頭唔到岸。喺香港撞，佢已經冇咗園景身份，只係一個普通市民。喺澳門，佢只係一個欠債嘅債仔，唔會有任何人因為佢嘅過號而俾面佢。第二日6月30號，澳門繁華嘅新口岸區，一個垃圾站清潔工喺黑色大膠袋同行李箱入面發現咗俾人分成7份嘅遺體。經過2個多月嘅調查，澳門司警最終證實死者就係香港男子嚟經聞呢單案，震驚港澳。更令人心寒嘅係，碎屍各部位肢體已經呈液體狀屍境，最終要抽取死者嘅軟骨組織進行 DNA 化驗，先確認到身份。據報道，要啲肢體腐爛嚴重，進行 DNA 樣本測試時效果唔理想，最終要抽取軟骨組織再分析。你諗下，一個人有咩血海深仇？要將一個人斬到咁碎，仲要處理到爛到認唔到。黑道分屍接駁屍入，唔單止係毀屍滅跡，更係一種極端恐嚇。佢哋要話俾全世界知，欠錢唔還，做人都冇資格，你就係隨時可以俾人掉嘅垃圾。呢種扭曲嘅江湖邏輯就係佢哋嘅規矩。你可能會問，黑社會嘅人解可以咁冷血，
點解佢哋做得出咁極端嘅事？因為喺佢哋嘅世界入面，信用係用血建立嘅，佢哋要維持嘅唔係法律套以暴力為基礎嘅秩序。如果有人欠錢唔還而冇受到東罰，其他人就會跟住唔還，成個盤數就會亂晒光。所以佢哋要用最極端嘅手段嚟展示後果。等所有人都知道欠黑社會嘅前下場就係咁樣。呢種邏輯雖然變態，確實係黑道世界運作嘅底層規則。差佬們以為自己明白呢套規則，以為自己玩得起，但佢忘記咗一樣嘢：當你係債仔嘅時候，佔唔再係玩家，你係之物。呢單案嘅手法其實仲透露咗一個更令人不寒而膽嘅信息，將一個人斬成7件，再分開剖棄，一撞接一樁起。需要嘅仲有冷靜同計劃。呢個唔係一時衝動嘅殺人，而係經過深思熟慮嘅行動。佢哋選擇喺新口岸區嘅垃圾站棄屍嗰度，人流多，垃圾流量大，屍體容易俾人當做普通垃圾處理。佢哋將屍體分開處理，係為咗增加警方辨認嘅難度。呢種手法提出，呢班人絕對唔係第一次做呢種事，佢哋有經驗、有分工、有完整嘅善後計劃。差佬民面對嘅唔係一班普通嘅爛仔，個有組織、有系統嘅犯罪集團。講到呢度，可能你會問：點解黑社會可以咁狼死？點解佢哋唔驚拉？呢單案最後點收科？澳門司警用咗當時逐漸完善嘅天眼閉路電視系統，配合關口排查，迅速鎖定涉案嘅黑幫追債行動組成員，將黃手全數冧拿歸案。講黃手受審時仲要叫眾唔殺雞儆猴，以後邊個肯還錢？呢個說話徹底暴露咗黑社會所謂嘅江湖信用家，其實係建立喺人命之上嘅荒假本質。呢單案嘅定破過程其實都值得講幾句。澳門嘅天眼系統喺嗰個年代雖然未算全世界最完善，覆蓋咗市區主要幹道同關口差佬民喺6月28號夜晚過關，佢嘅容貌同行人士過關時間全部被記錄低，之後佢嘅行蹤都透過沿途嘅天眼一路追蹤到佢最終出現嘅地點。警方就係靠住呢啲零碎嘅片段拼暗出佢失蹤前後嘅完整時間線。就你死動可疑嘅涉案人物。今時今日嘅科技雖然更加先進，但破案嘅核心其實從來都冇變過。細節永遠係最誠實嘅證人。兼審訊期間，法庭上揭露咗更多令人震驚嘅細節。原來差佬民喺被殺之前，曾經遭受過嚴重嘅迷打同虐待。佢嘅遺體上面除咗刀傷之外，仲有大量嘅瘀傷同骨折，顯示佢死前曾經受過長時間嘅折磨。呢啲細節話俾我哋知講嘅，佢唔係被一刀殺命，而係喺極度痛苦嘅情況下死去。一個做過員警、見過世面嘅人，最後竟然係喺咁嘅情況之下結束生命，真係令人不勝。棄暗詞不長兵，義不理財。但喺黑社會嘅牌桌上，只有食人唔吐骨嘅暴力。大家喺評論區不妨傾下，撞起身邊有冇親戚朋友都曾經因為一時貪念借過高利貸掂過灰色生意，最後都係點樣收場嘅？我想睇下撞嘅，大家對呢條底線睇得有幾清？呢單案講到呢度，其實已經唔係一個普通嘅殺人案，佢係一個關於氹林、關於沉諗、關於以為自己玩得起嘅悲劇。差佬民嘅故事就係一面鏡，照出咗刀徒心理嘅3大死穴。第一，沉沒成本效應，輸咗100萬，你總係覺得再借50萬就可以翻盤。
結果呢，連本帶利全部派晒，永遠都係個死局。第二，唔肯認輸嘅虛榮。差佬民以為自己做過員警，夠膽識有面子，可以控制到局面。結果呢，佢成為債嘅奴隸，連條命都輸埋作起。第三，用直覺去挑戰概率嘅，冇知你以為自己識計數，你以為自己有運，你點樣憑直覺去挑戰道場？幾百年嘅精算師模型，普通人靠運氣喺概率面前係冇任何勝算嘅。呢三大死穴其實唔單止即用喺賭博上面。你放眼睇下周圍，多人因為買股票唔肯止蝕，結果輸到一無所有。幾多人因為做生意死頂唔肯轉型，結果成副身家冇晒。多人因為一段感情唔肯放手。十年八年，人性嘅弱點從來都係一樣嘅，差佬民嘅悲劇動，只係將呢啲弱點放大到最極端嘅程度。佢嘅故事就係一個活生生嘅教材，話俾我哋知，當一個人被冧男蒙蔽理智嘅時候，佢會做出幾咁愚蠢嘅決定。我成日同人講，賭博呢樣嘢最恐怖嘅地方唔係你會輸錢，而係佢會改變你嘅心態。一個正常嘅人懂得計算風險，會知道幾時應該停手，但一個沉迷賭博嘅人，佢嘅理性會慢慢被侵蝕。佢嘅判斷力會逐漸失靈光，佢會開始相信一啲以前佢絕對唔會信嘅嘢，例如運氣，例如風水，例如所謂嘅路數。佢會開始覺得自己係特別嘅，覺得自己可以打敗概率，覺得自己會係嗰個例外。呢種心態就係賭徒最危險嘅時候。我見過一個真實嘅例子。有個生意人本來做正行生意，做得有聲有色，身家幾千萬。後來因為朋友介紹，開始過大海啲錢。最初都係小啲怡情，過幾次之後就覺得自己好叻，開始加大注碼。然後就係典型嘅賭徒偉績，贏錢嘅時候覺得自己係天才大嘅，覺得下一鋪就會贏返。結果幾個月之內，佢輸咗過千萬，仲要借埋大耳窿嘅錢。最後佢間公司被追債，追到要清盤，和帶埋仔女走咗佬，佢自己都要着草避風頭。一個原本好地地嘅家庭就係咁樣散晒。呢個故事同差佬民嘅故事何其相似，場嘅設計其實就係針對呢種心態嚟嘅。你入到執場，冇時鐘，冇窗戶，你完全感覺唔到時間嘅流逝。有免費飲品，壯氣；有舒適嘅環境，有靚女荷官，有刺激嘅聲音同燈光效果。所有嘢都係為咗令你留耐啲，令你玩耐啲，令你不知不覺之間越輸越多。種環境心理學係經過幾十年不斷優化嘅結果。你以為你係嚟娛樂，但其實你係進入咗一個精心設計嘅消費陷阱。佢哋用盡一切方法去削弱你嘅判斷力，令你喺最放鬆嘅狀態下做出最唔理性嘅決定。講到底，揼台上面嘅遊戲從來都係莊家贏過。我開啲場，但我自己從來唔會落場咯。呢個就係莊家思維同玩家思維嘅分別。正規啲場，佢哋要嘅係娛樂，係細水長流，會設投注限額，會有冷靜區請你飲杯茶。但係大耳窿嗰啲黑社會放數，佢哋要嘅係榨乾你，榨到你一鋪清袋，榨到你條命都冇埋。正規賭場同黑社會高利貸之間嘅分別，其實就好似合法生意同非法生意嘅分別。合法嘅賭場，佢哋有牌照監管，有社會責任。佢哋知道，如果客人輸到跳樓，對佢哋嘅聲譽會有影響，所以佢哋會設限額，會阻止爛抌嘅客人繼續玩咁。但黑社會嘅大耳窿
佢哋冇底線、冇監管、冇任何社會責任可言。佢哋要嘅只係錢，為咗錢，佢哋可以做出任何事。差佬民嘅悲劇就係因為佢由正規披揚嘅周邊生意踩入咗黑社會高利貸嘅森林。我見過太多人一開始都係好細住玩，覺得自己控制得到，咁慢慢加大，慢慢沉淪，最後輸到成副身家冇晒。佢哋嘅共同點就係都覺得自己同其他人唔同，覺得自己會贏，但事實係台上嘅贏家永遠只有一個，就係莊家。你贏嘅每一鋪都只係莊家借住俾你玩一陣，最終一定連本帶利收翻。呢個就係數學，個就係概率，呢個就係遊戲規則。你嘅直覺、你嘅運氣、你嘅所謂路數喺概率面前一文不值。我最想同你講嘅導引咧，最硬核嘅兩個字分寸。你手上有點萬，最多攞10萬出嚟玩；手上有10萬，最多玩1萬。但如果你手上有10萬，就去借100萬搏一鋪，你嘅人生就已經到頭。借銀行錢破產咗，你仲可以重新做人；借黑社會錢連命都保唔住，撞接一撞。Key 分寸呢兩個字講就易咗，係冇限嘅。你贏咗10萬，你會想贏20萬；你贏咗20萬，你會想贏50萬，講永遠冇盡頭。但真正嘅智慧係知道幾時應該停，知道乜嘢係你玩得起，乜嘢係你玩唔起。差佬民嘅就係輸喺呢一點，自己玩得起。其實佢由頭到尾都係俾人玩緊。我成日同身邊嘅後生講，做人最緊要係知道自己嘅位置，講以為自己識得幾個江湖人物就係江湖人。你唔好以為自己着住靚西裝就係生意人。你嘅真正實力篩查，你嘅能力，你嘅誠信，而唔係你認識邊個差佬民，就係將人脈當成實力，將關係當成保障，結果害死咗自己。撞熱今時今日好多後生仔女成日將上進心掛喺嘴邊，但上進心用錯地方就係走上不歸路。你以為自己係進取，你只係氹婪；你以為自己係搏一鋪，其實你只係揼命。上進心應該用嚟提升自己嘅能力，增廣自己嘅見聞，建立自己嘅事業，係用嚟借千一賭博、投機炒賣、走灰色地帶。後者只會帶你，唔會帶你去成功。我識得一個後生仔，更多係做搭馬仔，賺過快錢，風光過一排。但佢好快就發現呢條路唔對路，於是轉行做正當生意。雖然賺得慢啲，但甚啊！但勝在穩陣。佢話俾我聽，佢以前嗰啲同行，而家10個有8個都消失咗，有啲死咗，有啲走咗佬，有啲坐緊監，剩低嗰2個都係因為早早就轉咗行。呢個就係現實。快錢背後往往都係陷阱。你以為自己執到寶，其實你只係入咗局。賭博帶唔到幸福俾你，佢只能夠帶嚟短暫嘅刺激，同埋之後無窮無盡嘅空虛同悔恨。到台上面有輸贏，但人生絕對唔可以輸錢輸咗可以再揾過，撞輸咗就乜都冇。你嘅家人、你嘅朋友、你嘅未來，全部都係建立喺你仲生存、仲清醒、仲有選擇嘅基礎之上。一旦你將自己嘅命運交俾賭桌，你就已經輸咗90%。今日講差佬民，呢個結局唔係為咗嚇你，而係要為你敲響人生最嚴厲嘅警鐘。覺得今日呢番肺腑之言講得有道理，請你點個讚，將呢條片分享俾身邊可能正處於迷惘或者沉迷投機嘅朋友，壯志壯義嘅。大家都能夠守住分寸，平平安安。我哋下期再見。